拥有超高人气的韩国女团 TWICE，19岁的台湾成员周子瑜，上月曾短暂回台休假，每年过农历年她都会返乡过节，今年也不例外，还在 IG 上 PO 出自拍照，只见她趴在床上，化着淡妆，清秀模样散发一股仙气，向粉丝拜年。根据了解，周子瑜是在除夕夜前返台，立即返回台南老家陪家人过节，而这也是他每年的必要行程。他还在 IG 晒出3张照片，一张是爱犬酷吉的独照，另外2张是慵懒的趴在床上，感觉相当惬意。虽然带着淡妆，但他那高颜值的清秀模样，散发着一股美艳仙气。他还用中、韩文以及猪的符号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文章一 PO 出，涌入59万粉丝按赞，显见他的高人气。周子瑜的韩国女团 TWICE 在亚洲拥有超高人气，她难得放送床照自拍，也让网友直呼子瑜回家过年睡饱饱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在台湾多吃一点年菜，子瑜要好好休息哦，新年快乐。